花西在地新聞，鄉親啊，大家平安快樂。今仔日是新曆的7月16，舊曆的6月初3，禮拜四。後來新聞的頭一條，來看這個花蓮縣萬里溪崩山湖的貯水量已經超過96%，離警戒的水位剩1公尺左右。林寶樹花蓮分署在拄才3點已經來發布到紅色的警戒，依照着進水量來推算。明仔早起，就有可能會發生到1樓徛崩山湖下游的鳳林鎮甲萬榮鄉全面警戒。為辦公中來看，山頂這個湖就是花蓮萬里溪崩山湖早起上新的畫面。目前的水量已經到493萬噸，佔比量差不多是96.7%。水位到1085公尺，離壩頂剩差不多1公尺爾。林寶樹表示講，這個壩頂是由崩過擺土石啊形成的，有高度的無確定性。初步估計，明仔早起8點水就有可能溢出來。那隨着這樣的雨量不如預期，所以我們就溢流點的時間會往後。大概延幾個小時，那預估會在明天，就7月17，有可能發生溢流的情形。依照林寶樹表示講，萬里溪崩山湖下晡會發布紅色警戒。行政院政務委員郭連勝嘛說明講，依照目前水的溢出來時間，向前12點鐘就是紅色警戒發布時間。為了保險起見，會請軍方協助鄉鎮公所到各部全戶去巡視，確定講攏無人啊。有一個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晚上啊，都在晚上，所以說請大家。2個鄉鎮，這個辛苦一下子啊，這個在入夜以前到每一家這個保全戶每一戶都去看一下子。差較無1公尺崩山湖地溢出來，就驚講鄉親的性命、財產權受到嚴重威脅，所以講鳳林鎮甲萬榮鄉嘛持續全面的戒備。在我們下班之前，我們還要持續的通報我們的分局以及我們工作同仁，再回去我們所有的保全戶的一個地方，再去巡視確認有沒有人員依親的回住所去或者是在附近逗留。在崩山湖下游的鳳林鎮三興里、中橋里、新營里、鳳新里、甲大營里，還有萬榮鄉的萬榮村，目前已經預先撤離213人到安全的所在。等到崩山湖解除警戒，確定家園安全無問題，才會轉去好好安頓。